即將喺5月到佛山舉行音樂會嘅藝人劉佩玥，日前率先響當地舉行粉絲見面會，身穿短裙晒腿現身嘅佢，響台上不停咁擺心心 pose，同粉絲打招呼啊！期間佢仲提到早前參加無線歌唱真人 show《中年好聲音4》嘅感受，當時以無面藝人貓女郎出戰嘅佢，笑言最大嘅感悟係唔好驚。佢話踏出第一步嘅時候，難免都會有憂慮，要明白響過程入邊會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同埋負面嘅評價。會擔心觀眾中唔中意，但係就要將呢啲當成對自己嘅鼓勵。佢亦都笑話自己面皮厚，如果太過在意其他人一兩句負面嘅評價而唔去做一件事，佢會覺得好對唔住自己，所以佢就只會諗自己想唔想做，同埋對自己中意嘅嘢可以付出幾多，唔好自我限制，一定要勇敢咁行第一步。其實而家聽翻佢之前響節目入邊嘅歌聲，真係唔差噶。事後亦都有唔少 fans 喺網上面分享阿 Moon 嘅活動片段，大讚佢真人真係唔比上鏡差，所以阿 Moon 你真係唔使自己笑自己面皮厚噶。